大乡亲啊，有关这个心血管的病症，台大研究团队有2点上界新的发现：第一，讲食菜的人较袂去带着心血管的疾病；第二，逐工食1粒到3粒青的蒜头，会当来改善心血管的疾病。 真个料理拢会用到蒜头，即嘛讲爱青食，因为食红肉甲卵，互人体产生较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氧化三甲胺。台大团队成功开发出试验方式，检测氧化三甲胺的浓度，发现讲，大家拢食青的蒜头，会使减少这款成分的产生，改善心脏血管的疾病。那生刀呢，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些杀菌的功能，它可以改变所谓肠道内的肠道菌虫，那它减少这个氧化三甲胺的形成，也有助于减少肠内的一个所谓氧化三甲胺的浓度，然后进而减少了所谓的动脉粥状硬化跟血小板凝集的一个形成的机会。 以60公斤体重的大人来算，一天食1瓣到3瓣蒜头就有效啊，食色的效果就无遐好啊。是讲若不爱食蒜头，要安怎？多蔬果、少油、少盐、少动物性脂肪，天然的一些像坚果类也都有被证实可以预防心脏血管疾病。 因为研究团队当时发现讲，食草的人产生的氧化三甲胺是食素的人的10倍，即嘛显示食素比较较袂发生心脏血管的疾病。是讲每一个人体质无共款，肉莫食伤济，搭配运动正路的较减，食的莫食遐重咸，身体自然就会较健康。